大家好，我哋終於成功好多方法咧，就見到大家啦。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直播時段，Forest 陪你一齊傾啊！OK，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嗯，好 Q 啊，嗬。OK，好啦。今日呢場直播咧，係希望陪大家咧有個自我覺察嘅過程。而當中，如果你哋係有一啲額外更深層或者另類嘅需要，譬如係醫療啦、精神判斷啦，或者心理治療咧，我哋係非常之樂意咧喺線下提供指引同埋轉介嘅。咁你哋只需要 PM 我哋公司嘅同事咧，就會幫你處理噶啦。好，都係嗰句吓，學會管理你嘅心境，你就能夠建立自己理想中嘅心理健康。好，今日嚟到我哋嘅主題啦吓。誒，如果你第一次接觸我哋正大顧問或者我 Forest Now 嘅話咧，就請你容許我介紹一下啦。我係 Forest 啦，我係一個心理學文學士、輔導學碩士。咁過去20幾年咧，我哋都有幫個人啦、團體組織啦，超過5000人，包括一對一啦，包括陪跑啦，包括小組啦，包括團體嘅企業培訓啦，同埋一啲大型嘅講座，我哋都有一一參與嘅。咁我哋嘅專長就包括啦，就係體驗式學習，精神健康、舒心轉念，包括如果你有留意我哋嘅 Facebook，最近咧開始咧係介紹俾大家知道我哋嘅呼吸卡。咁呼吸卡連個體驗可以係點樣咧？緊貼我哋嘅 Facebook 會有更多嘅資料。咁公司除咗呢樣就我哋除咗個人之外，有團隊嘅建立啦，領導力嘅發展啦，同埋正向心理學。最重要嘅，如果你係職場中人嘅話咧，職場嘅溝通啦，職場點樣可以更有效率啦，同你嘅自尊同自我價值會唔會都有一啲關係？咁都係我哋嘅服務範圍裏面嘅。就係頭先講啦，喺度少少啦，想提供少少資料，我哋嘅舒心呼吸卡，你哋會喺線上咧，同埋各大嘅平台咧，可能見到咧，我哋會有一個加強版嘅，咁係啲咩咧？留意我哋 Facebook，咁你會知道得更多啦。嗯，咁除咗呼吸卡之外啦，嚟緊嘅時候，我哋有啲咩服務俾大家咧？就係我哋會有2個45分鐘嘅體驗班，98蚊，就會喺6月17同埋6月24呢2日。咁如果你覺得對以下嘅問題你都有少少想接觸多啲，明白多啲，歡迎你哋用少過一個正常出外晚餐嘅價錢嚟到用45分鐘幫自己去打開呢兩方面嘅眼界，容許從呢個時刻開始，你可以從知識體驗嚟幫你走更遠嘅路。好啦，進入今日嘅環節咯喎，想同大家傾下偈喎。如果我想知下大家而家嘅心情係點樣啊？如果你今日幾好喎，樣樣事都唔錯喎，又有啲斬獲嘅喎，心情都非常高漲嘅話咧，你係有5分。如果今日都 OK 啊，順風順水啊，冇乜大事都順利嘅，可能係4分。你都平靜嘅，無風無浪啦，冇大起亦都冇乜大跌嘅，都尚算 OK 嘅，就3分。唉，今日有啲唔妥啊！起身嘅時候頭暈身㷫啊，啱接到電話又好勞氣啊，即係爭爭啲有啲嘢想做未做到啊，時間有啲甩碌啊，唔係好掂咧，2分。哇，好
大鑊啊！今日一開始或者已經去到中午時段咧，已經係呢樣又唔得，嗰樣唔得，頭頭碰着黑，心情又唔好啊，又扭親腳，又同人嗌晒交咁樣，哇！心情非常之即係辛苦嘅，咁你可能係衰到貼地1分啊，咁啊不妨俾自己一個分數，認識下同埋去評估一下自己而家嘅心情。好啦，無論你有啲乜嘢嘅心情都好啦，我喺度咧，我想帶出一個少少嘅資訊俾大家知道。原來喺世界衛生組織同埋英國嘅 NHS 咧，都曾經俾過一啲嘅定義，我哋知道咩叫心理健康，就係你可以擁有一個嘅平靜嘅心情，可以處理到外在一啲開心同埋唔開心。遇到有問題嘅時候，你亦都有能力去處理個壓力或者一個問題，而唔會長期咁影響你嘅。唔會話大事開心得滯掉翻落嚟，又或者好唔開心嘅嘢影響咗你咧，又調整唔翻自己。咁呢個咧就係兩大機構對於心理健康嘅定義。而當你可以做到咁嘅時候咧，你可以就算生活當中有高有低，你都仍然可以回復一個 baseline 去繼續你嘅生活，享受你嘅人際關係，可以喺工作裏面揾到滿足感同埋發展。呢個都係咪你想要嘅將來咧？好啦，如果係嘅話咧，就進入我哋呢部分啦。咁啊，究竟情緒健康問題有啲咩特別咧？咁你可以留意到咧，嚴重起嚟咧，可能有以上嘅情況出現嘅。好，咁未去到咁大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講緊處理自己同埋經營自己嘅心理健康啊。咁以下咧有幾個部分就係常見嘅問題。你會唔會都有經歷緊呢啲嘅情況咧？呢啲常見問題包括一，有冇情緒壓力嘅問題？譬如哇，長期焦慮，咁即係話有啲事發生咗咧，就時唔時都喺度搞住你咧，咁樣，就梗係就係個心唔安咧。情緒抑鬱，係會唔會好多時都冇心機？就算有嘢想做，都冇心機去做咧。有屋企人想同你去食餐好啲，都冇心機去做咧。呢個可能有啲抑鬱啊。誒、內耗好嚴重，有咩事咧都打翻轉頭咧，就係話影響到自己嘅身體啊、自己嘅睇法啊，甚至自己嘅行為，已經慢慢冇晒精力。呢個係情緒壓力啦。第二，常見嘅問題就係家庭與人際關係。你有孩子或者你有父母，喺親子關係上邊會唔會都遇上好多好難搞，跟住影響心情嘅情況咧？講又唔係，唔講又唔係，叫又驚會得失對方，唔講又覺得自己唔開心。如果你係照顧者，可能係年邁嘅老人家啦，或者係太細嘅小朋友，又可能佢有啲情況，或者有啲特殊嘅情況，你真係招架唔到啊！作為一個照顧者，你都有好大嘅壓力咧。去到婚姻伴侶嘅溝通啦，呢樣佢對好多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課題，人生課題。究竟你有冇遇上困難咧？當中除咗技巧之外，心理健康嘅建立同埋你嘅自尊感嘅高低，會唔會已經喺中間已經影響緊你嘅婚姻伴侶溝通咧？係嘅話，值得繼續去探索一下喎。講到自尊感啦，咁同界線好有關係啦。咁因為你嘅人際界線好模糊，引致你嘅人際關係都開始有好多時候都係想做一啲嘢做唔到，想拒絕又拒絕唔到，想要求又要求唔到咧。咁98蚊45分鐘嚟幫自己探索一下、檢視一下，攞走一招半式。去幫你自己解決一下件事嘅問題，或者一個長遠嘅問題。好，哇！職場壓力啊，會唔會已經做到好攰啊？又唔識拒絕，啲嘢做完一樣又一樣，硬係冇停咁，做到已經呢個人越嚟越 burn out 啦。又或者你會唔會完美主義過大，
樣樣都要做得好，樣樣擔心自己做得唔好。本來只係做1個鐘嘅嘢，你變咗做2、3、4、5、6個鐘，甚至幾日咧，都仍然覺得未滿足。哇！咁呢種壓力真係好影響你嘅表現同埋你嘅個人健康㗎喎。哦，咁就去到職場做一樣嘢啦，同上司、下屬或者同輩，或者甚至係茶水間嘅姐姐，唉，你都有好多心事，或者係有啲自我嘅規範喺度，影響緊你同各人嘅溝通咧。哦，咁呢個同精神健康有冇關係？又點樣影響緊你咧？哦，不妨用45分鐘幫自己有一個體驗。華人有一樣嘢好緊要㗎，就係面子文化當中嘅壓力。你有冇以上咧？好怕同人求助，有時唔敢出聲，或者有啲嘢明唔關你事，你亦都唔敢拒絕嚇。面子問題、孝道壓力，好多常常都係同人比較啊。就算你唔比較，你啲親戚都幫你，或者父母幫你去同其他同年紀同情況嘅去比較，令到你覺得好唔爽啊！長期有呢啲咁嘅反應嘅話，咁同精神健康同埋自尊感有啲咩關係啊？OK，大家嚟試下聽一聽，睇下俾唔俾到答案大家。最後好緊要㗎，我成日都講，我哋呢個專業成日都講 psychosomatic，你會唔會已經因為一啲心理嘅壓力而影響咗你已經身體出現有啲問題咧？咁成日都肩頸膊痛啦，胃痛、腸胃不適啦，有啲係啊，係咪啊？即係一有壓力嘅時候咧，成日都要去洗手間啊，已經去控制唔到啊，影響緊你自己嘅日常生活同埋社交嘅喎。唉，有時都嬲起上嚟好，即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心口翳悶啊，心跳好快啊，你會唔會有？哦，一個大問題，有冇失眠嘅情況？個腦停唔到，又要擔心好多嘢。最後就係因為情緒好枯竭，長期內耗，令到你好容易好疲倦。有嘅，俾自己一個機會，45分鐘，6月17、6月24嚟同我哋見面。好，無論你以上有幾多日常嘅問題都好啦，你會唔會想有以下嘅答案呢？而我哋會認為，其實你嘅心理健康咧，比你想象中有人性。如果你學會管理自己嘅心境，你就會慢慢經營到你理想嘅心理健康。你擁有真實嘅心理健康，你會發覺生命當中你會有選擇。只要你若凡事都覺得知道自己有選擇，你又操控得到，你較為容易可以好好咁安排你自己嘅日常。你嘅日常都可以安排到，無論係大小嘅目標、大小嘅任務，你都可以好好咁安排，你就可以隨心所欲。呢個隨心所欲會唔會就係你未來日子想擁有？當你可以擁有嘅時候，你又有啲咩嘅夢想想達成？好，6月17、6月24，我哋有45分鐘，一餐飯咁上下嘅價錢，98蚊。Wallace 會陪你一齊去了解心理健康、自尊界線感。以上嘅問題可能都可以有個開始，一條鎖匙，慢慢去解決。好啦。好，多謝大家嚟到呢度Facebook Live，咁啊好開心可以同大家見面。如果你都覺得我哋公司嘅服務同埋我哋嘅專業都能夠幫到你嘅，唔好俾個機會白白咁流失。我哋喺體驗班再見。咁想知道資料嘅，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啦，會有好多資料俾大家可以報名啊，或者了解更多，或者你有需要嘅話，可以 PM 我哋，我哋會盡量回答。好，今日嘅直播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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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